本样授权客家名录学站，每日一项语新闻，长本线线上，台湾站头市区体育台，即一讲一社，为特色嘅农民本学作家长本，本名长本线，伫民国173年3月4日贵县，享上寿100岁。佢係台灣站頭市區體育台本學創作者，咪係台灣最起皮典型，一講一寫嘅農民作家。過後建立拍攝恐怖時期，17到1969年第44歲指令將在高卡起筆寫作。長本線欣賞嘅作品題題係農村選拔經驗，經過228次田徑取單位調查，韓國建立某本夾難打幫人等嘅選拔題材進行寫作。喺長本線嘅筆下，做得看到當道真實嘅講中人，對佢嘅作品地圖做得清楚看到客家人嘅選拔記錄，感受到真實嘅客莊選拔，客委會貼紙扮現之中創，希望長本線欣賞對於客家嘅付出老貢獻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站嘅報道，撒下對愛教大家基本日嘅每日一項語就是本學，佢得到本學創作獎，你學會嗎？下禮拜講來了。